今年台南屏东家己的优莱雅产量拢减真济，因为今年气候异常，有的开花是无结籽，有的是落个真严重。农民预估产量尚无减8成，因也希望讲政府会当提供协助。 农民今日田里看到优莱雅树今年无结果的状况，实在真无奈。本届即阵拢通看到树长脱落啊，不过今年台南大内的果树无啥看到优莱雅。农民讲，永年23月就开花，今年拄到寒流甲落雨，结果开花无授粉，地数损失严重。开花还是开得还蛮漂亮，花很多。我说，哎，今年说不定是丰收期，哎，不好意思，等他结完果来看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 树上真的一颗果实都没有，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惨的事。全台优莱雅最后种伫台南嘉义甲屏东，其中屏东县就290公顷，煞嘛有同款的状况。各农表示，应该拿出2成，最后因为天气变化大。第一点阴地讲不出来嘛，第二点伊有结小果的时阵哦，你温差过大，一天温差超过10几度的话，它就会落果了。有有的甚至有的一丛吼，有的全部甲十粒的。 优莱雅一冬敢若收成1摆，对种落鱼口收成，上少的3冬量才会豆豆出来。农民讲，这回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，这嘛连带影响到果汁店。热天到啊，优莱雅牛奶本价卖甲真好，不过头家讲，这阵用的是旧年冷冻的，库存敢若会当冻到后礼拜，有钱嘛无得买。台南市农业局请受灾农民去公所先申报，5月因会校长会刊。本来应该是每年的1月、2月都可以有采收。 结果到现在已经5月了，完全没有，连一颗都没有。没有啦，一定没有的啦。我邀请改良场、农事所啊，和那个农粮署来，还有公所来做正式的社会开放，来决定到底是不是开设台南市的电在救助哈。其实家己台东嘛传出产量无理想，面对专卖性的灾损，这些农民希望政府通加减补助，帮因度过歹年冬。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。